內地女星章子怡、楊冪同埋趙麗穎合演嘅新片《醬園弄》由籌拍至今話題不絕，先有第二女主角排位之爭。到上映之前，連電影主題曲主唱亦都出現爭崩頭嘅傳聞。而因為唔續約無線而遭到雪藏近1年嘅嚴明熙，近日喺社交網拍片預告即將復出，同大家見面。呢個時候，網上竟然有消息指佢將獻唱由音樂人朱雲編作曲嘅《醬園弄》主題曲，作為復出嘅頭炮。粉絲知道之後表現雀躍，但就有人質疑呢套戲有咁嘅星級演員陣容，估計大批一線歌手排隊爭住唱，未必會輪到香港新人 Gigi。有心水清嘅網民就即刻唱反調，認為套戲由陳可辛執導，身為香港人嘅佢，俾同鄉 Gigi 機會亦都係無可厚非。就算唔係主題曲，亦有可能係其中一首插曲。加上 Gigi 喺樂壇新一輩入邊屬於天花板級別，早前演出綜藝節目《聲生不息港樂季》亦都表現亮眼，早就已經成功喺內地打響知名度，選中佢為電影獻聲，亦都係合情合理。只不過最近內地突然盛傳天后級別嘅王菲同埋張惠妹先至係《醬園弄》OST 嘅主唱者，仲有可能推出分別係獨唱同埋合唱版本，兩人嘅合作更被形容為豪華配置，甚至有指李宇春、周深同埋易烊千璽亦都被列作宣傳曲同埋片尾曲方面嘅主唱者。隨住電影上集《醬園弄》完案，首映禮結束，唔少戲迷直指上集並冇加入電影歌曲，就即刻推測主題曲或者插曲有可能喺下集先至加入。花落誰家，到時自有分曉啊！